原來伫咧法國是因為連續3波的熱流稱高溫，這火燒山是快速斷開未收煞，已經燒掉超過120個大安森林公園的面積。當局嘛是趕緊來撤離超過2萬的人。法國火燒山大火衝到10米懸，消防出動700人前往拍火，水靈車陸續加入支援，希望會當趕緊控制火勢。不過因為連續烤燒已經稱高溫，這空氣甲食物都已經變甲真焦澀，即馬閣咧透大風，這對救災是相當不利。Très clairement, l'état de sécheresse du massif est pire qu'en 2022. Donc les conditions d'explosion des feux, on est dans des conditions plus difficiles. 吉倫特省平安城市勒波日火燒山災情上界嚴重，大片的青仔抾大火燒掉，等於已經燒掉超過120座大安森林公園這麼寬。初步研判，這場大火是因為一台割草機意外所引起的。目前警方也正在調查，當地政府是趕緊撤離當地居民甲遊客超過2萬人。Les vents à partir de 23h, donc effectivement là ça soufflait de partout, il y avait de la braise qui montait, enfin dans les terrains c'était proche, vraiment très proche des maisons et oui on a eu très peur, oui très peur. 法國內政部統計，法國今年已經有12500件火燒山，燒掉4.4萬公頃寬，差不多是1.7個台北市這個大小。今年5月以來，法國已經連續遭受到3波旱季效應，極端高溫超過40度。真久攏無落雨，花草樹木、土馬攏變甲真焦澀，變做是那引起火燒山的一桶火藥桶。野火也已經拖出去傳統的地界，巴黎近郊出名的楓丹白露樹林，進前也燒起來。法國英國攏真可惜，因的軍事化、快速拍火戰略，即馬面對跨區域當時爆發的新野火，已經無材料去應付。另外，閣有西班牙、意大利的火燒山，目前也是繼續咧燒。公視新聞，景元慶編譯。